川普即马是确定选调做美国总统，包括咱的总统赖清德在内，亚洲的领袖拢有寄贺电啊，甲恭喜。其中，中国习近平电话中佮特别讲明，这搞死治国也无命，就是呼吁双方在加强对话。另外，日本首相赵朴茂嘛表示，已经甲川普讲好，会赶紧来见面，加強同盟關係。日程については現在調整中でありますが、なるべく早くそういう日程を取って会談をしようということでは一致をいたしました。会って話をすること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して、私もそのよ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川普搁一摆入去白宫啊，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领袖，拢亲身敲电话表达恭喜。日本首相赵朴茂讲，伊和川普是讲5分钟，双方拢有想要较紧来安排会面，而且同意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的关系。路透社的报道讲，在美国大选之前，日本的官员都已经较紧要和川普的阵营订建立关系，原来伊可能搁一摆提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日本更提提关税，而且要求日本为美国驻军납国较侪钱。 그리고 우리 대통령은 앞으로 한미 동맹이 안보와 경제 모든 영역을 아우르는 긴밀한 파트너십을 이어가자고 했고. 共款和美国是军事同盟的南韩总统尹锡悦嘛，伫和川普恭喜的电话内面，讲到加强包括安全方面的合作。双方拢对北韩派兵到俄罗斯去参加乌克兰战争，和持续发射飞弹起无空，感觉真烦恼。另外，川普是俄罗韩国伫造船和维修船方面的成就，表示讲伊期待讨论韩国安怎帮助美国的造船业。 另外，最近因为贸易战和美国关系真紧张的中国，习近平嘛无输人，除了恭喜川普当选，嘛无袂记得强调讲中美合作两利，达到两伤，希望双方加强对话沟通，好好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找出正确相处的方法，才当造福两国和全世界。川普竞选的时阵，捌呛讲要对中国产品扣60%的关税，双方的贸易冲突敢会进一步升悬，真受各界关注。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